中銀香港一直致力為市場提供專業領先嘅人民幣服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促進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嘅建設。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嘅進程中呢，作為國家嘅國際金融中心嘅香港，角色係至關重要嘅。我衷心感謝中銀香港多年嚟對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嘅貢獻同埋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個歷程走得好快，而且個勢頭越嚟越犀利。人民幣作為全球貿易、投融資、儲備，即是話一個國際貨幣嘅三大功能已經全面體現。加上最近我哋嘅金融互聯互通，人民幣已經成為咧全球李博士所講嘅地緣政治裏邊絕對不可忽視嘅一個重要大前景。咁我睇翻我哋周邊嘅大灣區等等呢，人民幣嘅多邊貿易結算啦、跨境融資，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究竟未來嘅世界係點？中銀更加領先所有嘅理財產品上，學識咗好多投資技巧啦。不如我哋逐一開始咯喎。先睇不如政策先啦，會係金管局嘅。嗱，我見得到呢，民生商業上商家都喺度啦。究竟我哋作為一個用錢嘅角度、成本嘅需求，喺基建上，究竟人民幣有咩方面可以幫得到呢？企業提供相關嘅流動性啊，支持人民幣交易呢？好，或者由我開始先啦嚇。咁我係金管局嘅主管啦。咁首先多謝係中銀香港今日邀請我參加呢個活動，搞得非常之成功嘅。咁其實咧講到話係流動性嘅支持上面呢，其實我哋金管局呢，就係一直都係同香港嘅國家嘅銀行啦，同埋呢係清算行一齊合作嚟到去點樣去推動更加多嘅流動性。咁喺我哋其實呢，就特別喺2022年嘅時候啦，我哋呢就係同人民行嘅貨幣互換嘅協議呢，係做咗個優化。咁呢係首先就喺個額度上面得到個擴容啦，就係由原本嘅5000億就變到係而家嘅8000億。咁同時間呢，我哋都係將呢一個嘅協議呢變成一個常備嘅協議。而呢個常備嘅協議呢，其實呢係同其他嘅地方呢係好唔同嘅，因為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嘅地方呢、地區啦，佢哋嘅唔係一個常備嘅協議，係需要咧定期係要重新再續簽嘅。咁亦都唔知道係咪一定可以簽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呢，得到一個好大嘅保障，嚟到係俾我哋能夠係喺香港呢個環境更加推動到呢個人民幣嗰個嘅流動性。咁亦都係喺呢個基礎上面呢，我哋喺同年即係2022年嘅7月嘅時候呢，我哋都再將我哋自己嘅人民幣個流動資金嘅安排呢嚟到去加以優化。咁無論喺嗰個額度上面係，以及咧喺嗰個嘅成本上面咧，都係得到一個嘅優化。額度上面由原本嘅100億係變到係200億啦。咁同時咧就係呢個係隔夜同埋咧係1日嗰個嘅借款額嚟嘅。咁另外咧就喺嗰個嘅成本上面咧，亦都係減低咗，就係而家係以一個嘅加25點子咁樣嘅形式咧嚟到去做。咁呢個相信呢，其實係對業界呢，其實嗰個嘅流動性呢，係有好大嘅一個支持啦。咁同埋呢，我哋都喺2024年，即係上年嘅年初開始呢，我哋都更加呢係將內地嘅國債啦，同埋呢係金融性嘅政策嘅金融性嘅債券呢，其實亦都係納入咗係可以做一個回購嗰個嘅抵押品嘅。咁同一時候呢，我哋都係將委任咗係11間銀行啦，作為係嗰個流動性嗰個嘅提供者，係1級嘅流動性嘅提供者。咁就佢哋都係可以幫手咧嚟到去推動呢個人民幣嘅離岸嘅業務，同埋咧我哋都會通過嘅回購人民幣嘅回購啦嘅方式咧嚟到去提供嗰個嘅流動性嘅。咁另外我哋都係最近呢，亦都咧係開始就係喺嗰個嘅
repo 上面呢，我亦都係容許就係債券通北向通嘅持有者呢，係能夠係可以用係喺內地嗰個嘅債券呢，嚟到喺香港作為一個嘅repo 嗰個抵押品嚟到去增加佢哋嗰個流動性嘅，係啦。咁係盤活咗佢哋喺內地嗰個嘅債券嗰個嘅持有嘅。好啊，唔該晒。今日美元嘅另一個見到嘅新嘅形象就係人民幣嘅離岸。咁多謝監管機構將人民幣嘅流動性大幅提高。只要人民幣越多，作為商家，你嘅成本就會可以減低啦。嗱，如果係咁呢，我都根據響你哋嘅需求啦嚇，投融資方面點樣幫助企業呢能夠得到更加低嘅成本？你哋有咩感覺？有咩感受呢？係啊，其實響商家嘅角度啊，今日好多嘅金融專家啊，咁啊從用家嘅角度去講一講。咁其實你諗翻我哋做貿易啊，商家我哋做好多製造業啊、出口啊、貿易，以前都從來未想過可以有第二啲貨幣俾我哋一個彈性去用。以前淨係得美元，全世界都係得一種貨幣。咁呢個嘅流動性咁高呢，其實俾咗我哋有多個嘅選擇。特別係喺一啲成本方面，頭先講過人民幣嘅貸款呢，都係比港元或者美金呢個成本呢係低嘅。咁對於我哋融資嗰方面，尤其是一啲係好長期嘅融資啦，即係年期長啲啦，同埋個金額大嘅話呢，個成本慳翻呢都係好可觀嘅。咁所以呢個人民幣呢個國際化呢，亦都帶咗俾我哋呢個流動性，帶俾我哋好多嘅機會。喺成本上邊可以慳到好多。咁另外呢，就係呢個貨幣呢，對於我哋嚟講呢，都係一個比較相對穩定同埋一個都係有我哋國家喺後邊支持呢，即係比較有信心可以去用啦。唔該晒。要講投融資就唔可以淨係講融資噶嘛，所以 Winnie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喺投資方面、融資方面，作為一個服務機構嘅中銀，你哋有咩跨境產品等等可以俾大家知道多啲？2015年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呢就將我哋人民幣呢就納入咗呢個特別提款權，即係 SDR。咁呢一個呢，就令到呢係全球180間央行呢都會認可我哋人民幣呢作為儲備貨幣嘅。咁呢個其實亦都反映咗呢，我哋人民幣喺國際上呢個應用係越嚟越廣泛嘅。咁另外呢，就係我哋嗰個互聯互通嘅機制呢，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呢係作為人民幣嘅離岸市場呢個地位亦都係好高嘅。咁例如我哋俾投資者嘅，頭先都有大家睇 slide 都有睇到，就係譬如我哋嘅滬港通啦、深港通啦、債券通啦，同埋我哋嘅跨境理財通啦等等。咁俾少數字大家分享，就係譬如滬港通呢，我哋喺2024年嘅交易量呢，比起初推出嘅時候呢，係升咗14倍。而深港通呢，喺2024年嘅交易量呢，比起初推出嘅時候呢，亦都升咗23倍嘅。咁呢啲數字亦都反映到呢，其實喺個跨境資產配置方面呢，個需求係非常之高嘅。跨境理財通推出啦，推出之後呢，其實亦都有一個2.0嘅優化嘅。2.0嘅優化包括咗啲乜嘢呢？例如呢，佢將個投資者嘅准入門檻亦都放寬咗啦，同埋亦都將嗰個投資個額度呢，將100萬提升到去300萬嘅。另外就係參與機構嘅範圍同埋呢產品嘅範圍呢，其實亦都擴闊咗嘅。咁我哋中銀香港呢，作為跨境理財通第一批推出嘅銀行，當然我哋喺個產品嗰度呢，亦都會不斷咁樣研發，去研究多啲產品俾客戶。咁所以頭先阿 Steven 都提到，我哋而家呢，可以南向通可以投資嘅基金呢，已經係去到300隻，超過300隻㗎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翻嚟人民幣嘅主軸咯喎，咁因為我哋都有係人民幣嘅優勢啦，咁所以我哋整體喺投資人民幣方面呢嘅產品呢，亦都非常之豐富。例如喺基金方面啦，我哋喺2024年人民幣基金嘅交易量呢，比起2023年係升咗50%嘅。而呢喺保險方面呢，我哋人民幣保單投保嘅數目呢，喺2024年呢，亦都係比起23年升咗23%嘅。咁我相信咧喺未來咧，政策嘅推動啦，唔同互聯互通嘅金融啦，我哋中銀香港咧一定會緊貼個市場同埋政策嘅趨勢，去推出多啲人民幣嘅產品，俾客戶做一個互聯互通嘅資金流向。我感覺俾多10分鐘你講唔晒啲服務，不過個精簡要點我聽咗啦。既然
講完呢一個國際貨幣裏面嘅投用呢，但係國際貨幣三大元素一個叫支付嘅。咁問翻商家方面啦，博士。嗱，國際上我哋要講跨境支付啦，而家就做得好好啦，基建上面。咁相信呢，就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我哋今日兩個主題一齊去睇翻呢，究竟喺政策越嚟越多、越嚟越方便之下，企業點樣去利用呢方面帶嚟嘅紅利呢？的而且確咧，睇到依家嘅人民幣呢個結算啊，或者係交易啊各方面呢個政策越嚟越廣泛，咁呢個增加咗人民幣響世界嘅流動性。咁對於我哋做呢個國際貿易，譬如我哋做好多去東南亞、去可能中東啊、南美，咁我哋依家可以用人民幣去做一個結算啊。咁呢個對我哋都有一個好處，就係譬如我哋有好多嘅支付，我哋需要用人民幣去支付，咁變咗我哋相對我哋收人民幣，我哋就減少個匯率嘅風險啦。咁可以用人民幣收翻嚟，就可以做投資又好，或者做一啲支付又好。咁呢個所以流動性係好緊要啦，啲政策。咁另外，我覺得呢個人民幣咧都可以促進嘅大灣區整體嘅一個發展嘅融合。譬如我哋即係大灣區有3種貨幣，咁如果可以用人民幣喺呢個大灣區入邊，可以加強呢個資金嘅流動。咁呢個對於我哋商家嚟講，譬如我哋做內銷又好，做跨境又好，咁呢個對我哋都有好多嘅好處啦，同埋個便利性啊，呢個都好緊要。監管機構喺呢一個發展過程裏面，到今日同埋你將來有啲咩嘢做緊嘅，會俾啲 tips 大家作好部署。有咩戰略策略等等，金管局喺人民幣呢方面呢，係已經準備就緒啦。好，其實呢，我哋金管局呢，其實係有4個大方向呢嚟到點樣去推廣人民幣嘅活動嘅。咁第一個呢，就係去加強我哋嘅香港嗰個離岸人民幣個流動性啦。頭先我講咗啦，個方法就係第一，我哋首先同人民銀行簽訂嘅即係優化咗嗰個嘅貨幣互換嘅協議啦。另外呢，就我哋亦都活化咗自己，優化咗我哋自己嗰個嘅人民幣流動資金嗰個嘅安排。咁以及呢，就係點樣盤活翻嗰個嘅內地我哋喺內地裡面嗰個持有嗰個嘅債券，嚟到去做嗰個 repo 個市場回購嘅市場。咁呢啲方面呢，都係可以幫我哋嚟到去提高我哋喺香港個離岸人民幣嗰個嘅流動性嘅。咁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呢，就係我哋最近喺1月嘅時候，亦都宣布咗啦，會喺2月底嘅時候，即係2月28號呢，就會有一個嘅流動嘅資金安排，差唔多㗎啦。其實嗰個呢，就係特別係關於係咪融資嘅，咁亦都係同頭先盧博士講話，即係點樣我哋幫到啲企業、幫到啲商家實體經濟嚟到去利用更加好咁樣用到我哋嗰個嘅流動性。咁或者我陣間我再講一講，即係呢一個嘅為融資嗰個嘅流動資金個安排。咁依個第一步呢，就係我哋話點樣去加強嗰個離岸人民幣嗰個嘅流動性。咁第二步呢，其實就係去點樣去增加或者豐富我哋個人民幣嘅產品。咁其實產品上面呢，其實係唔缺乏嘅，但係我哋依然呢，仲係需要嚟到更加去豐富。咁唔同嘅互換通啊，你話債券通、股票通，咁或港股通，又或者係一啲互換通，咁呢啲呢，其實已經做咗。咁我哋點樣嚟到去再深化？無論係南向、北向嘅嚟到做多啲。咁呢樣呢，其實我哋係需要繼續嚟到去做啦。咁另外我哋香港亦都譬如喺個債券市場上面，我哋都頭先有介紹到就係話點樣嚟到去吸引更加多嘅人嚟到喺香港發行人民幣嘅債券呢。其中一個做法就係首先我哋要喺香港建立好一個嘅我哋所謂嘅 U curve，即係話呢係嗰個嘅知識嘅曲線，因為呢有一個嘅好嘅一個 reference point 俾大家呢嚟到去先至可以定到價，嚟到去做到。咁所以我哋呢就係經常就係同內地講，就話多啲嚟到喺香港嚟到發債啦，即係特別係同財政部啦。同人民銀行講，佢哋咁，所以佢哋咧而家咧都係一個常規化咁樣嚟香港嚟到做呢個發債。咁我哋希望將來咧佢哋嗰個嘅規模啊，或者嗰個嘅年期，亦都可以更加係豐富嘅。咁呢個咧就係喺債券方面。咁其實另外喺股票方面，亦都開始做咗係人民幣嗰個櫃台啦。咁希望將來咧能夠可以更加嚟到做得更加係多嘅呢個交易，嚟到活化嗰個嘅流動性嘅都可以。咁呢個係第二步。
咁第3步呢，其實就係我哋需要呢嚟到去點樣嚟到去提升香港嗰個嘅金融嗰個基建啊。咁我哋喺金管局自己嘅角度裏面呢，就係、我哋特別係有一個叫 CMU， 即係嗰個中央債券嗰個嘅託管嘅系統。咁其實我哋係需要呢，係將佢第一喺嗰個嘅基建嘅層面上面呢，係需要做一個升級轉型嘅。咁無論喺個硬件上面或者喺軟件上面，硬件上面係希望佢哋嘅提升呢嚟到去更加快，更加可以滿足到業界嗰個需要。咁另外呢，同時亦都係將佢哋呢係變到係一個嘅更加係商業化嘅模式嚟到運作。所以我哋呢亦都成立咗一間新嘅公司，就叫信清嘅結算嘅公司。咁呢就係幫助我哋成個 CMU 呢嚟到去做一個更加快嘅一個商業化嘅轉型。咁呢一個係喺我哋金融基建方面嘅一啲嘅工作啦。咁第4呢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呢頭先亦都有提到，就係話點樣我哋能夠係更加積極去開拓其他嘅市場，更加好咁樣去推廣人民幣呢個嘅業務呢，離岸呢個人民幣業務。咁所以呢，我哋金管局呢，其實就亦都聯同咗好多唔同嘅協會啦，總商會亦都聽佢哋講話，即係其實亦都會係去唔同嘅東南亞嘅地方、東盟啊，同埋呢中東嘅地方嚟到去做一個推廣。唔單止係推廣佢哋嗰個嘅使用，亦都係呢我哋喺央行嘅層面呢，亦都係更加多喺央行之間嚟到去做多啲嘅合作，嚟到去增加盤活到呢一個嘅人民幣嗰個流動性。因為呢，我哋嘅銀行去到當地其實亦都好需要當地嘅資金同埋人民幣嘅流動性嘅。咁呢個呢，就係我哋嗰4個大嘅方向。頭先亦都話到啦，就係會講返即係嗰個嘅跨境即係貿易融資嗰個嘅流動性嘅便利個安排。咁其實我哋都係喺1月嘅時候就宣布咗，就係會係通過我哋同人民銀行嘅貨幣互換安排裏面呢，嗰8000億裏面呢，就會攞1000億出嚟，就係做呢一個嘅特別嘅安排，就係無論喺個年期上面，即係融資嘅年期啦，同埋呢係融資成本上面呢，我哋都係做一個好優惠嘅方法嚟到去等市場上面係能夠可以收到一個嘅穩定啦，同埋低成本嘅方法嚟到去做到個貿易人民幣嘅貿易融資嘅。咁我分享到呢度先。咁究竟服務商 Winnie， 你哋有乜嘢相關嘅客戶上幫到嘅需求呢？當然係好多啦。我應該有時間一一為大家介紹。OK， 嗱隨住互聯互通嘅政策呢，咁我諗香港居民呢嗰個生活半徑已經越嚟越擴大㗎啦。咁我哋成日講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啦，我相信在座好多位應該喺今年都應該踏足過北上消費，踏足內地都應該一定會有啦。咁或者我同大家分享少少數據啊。喺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呢，佢話原來呢喺2024年呢，我哋北上嘅人次呢係達到81000萬嘅人次，81000萬，比起2023年呢係講緊升咗53%。你試想像我哋有700幾萬人，如果係8100萬人次上過，咁你除一除，究竟一個人平均每年上出去幾多次呢？北上。好啦，咁另外就係港車北上啦，唔知大家邊個抽到啦？咁港車北上其實由推出至今呢，其實已經達到100萬架次㗎啦，咁好啦，咁多人北上消費，究竟消費上咗去使咗幾多錢呢？喺2024年呢，有統計指出呢，就係北上消費呢個總額呢係達到557億港元，比起2023年呢都升咗50%嘅。好啦，呢啲種種嘅數字呢，其實亦都係反映咗北上南下，其實喺個人民幣，無論喺結算啊同埋支付方面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大家如果北上嘅話，都知道啦。現金係冇用冇人收嘅，係咪？因為呢，其實睇翻呢，如果內地呢係電子支付呢，其實已經係佔咗90%。我哋睇翻啲數據呢，就係其實我哋喺國內嘅電子支付、移動支付係全球首位嘅。咁南下落翻嚟香港咯。其實而家大家都睇到，如果你大家去買嘢呢，都知道其實大家都會收越嚟越多商戶去收電子支付㗎啦。比起之前係非常之大嘅進步。咁所以令到南下訪港嘅旅客呢，亦都係即係唔需要唱錢啦，佢哋都係用個電話一嘟一掃，咁就已經可以俾到錢。咁喺呢啲咁嘅數據嘅分享之餘呢，其實頭先Stephen 都有提到，其實而家呢係金管局呢同埋人民銀行呢，其實亦都係
推進緊呢，就係我哋內地嘅 IBPS， 即係個清算支付系統，同埋我哋香港轉數快嘅系統呢，會嚟緊做一個互聯互通嘅接駁嘅。咁嚟緊呢就係好簡單，我哋如果香港嘅客戶嚟講呢，我哋只需要用我哋而家 FPS 轉數快嘅流程，就已經可以用對方嘅手提電話啦，或者係帳戶號碼，你就可以即時俾到錢對方㗎啦。咁呢個打破咗一啲好之前一啲嘅框架嘅，包括如果之前我哋匯款去國內呢，係需要同名嘅。同埋需要亦都有一啲時間差嘅，咁呢個我哋可以做到7×24，亦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同名嘅一個匯款。咁呢個亦都係印證咗我哋喺互聯互通之下，大家個資金嗰個雙向流動呢，係一路係推動緊嘅。咁啊，翻嚟都要講下我哋中銀香港嘅產品啦。首先嗱，如果講翻支付先，支付咧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同外間機構合作，例如我哋嘅 BoC Pay 啦，我哋可以綁定用我哋嘅微信嘅支付二維碼去收款啦，亦都我哋同銀聯嘅雲閃付啦，亦都有一個合作啦，亦都可以用個雲閃付嘅二維碼，亦都包括我哋嘅 ECNY 二維碼啦，呢啲全部都可以喺國內做到支付嘅。咁啊，另外就好啦，支付咁啊，梗係要開戶口先啦。咁開戶口就係當然我哋係第一間可以做到跨境見證開戶嘅銀行嚇。咁除咗之前做咗落地嘅跨境見證，咁之後我哋亦都推出咗開戶易，就係如果你係香港嘅即係我哋只需要喺香港，唔需要去內地嚇。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喺中銀香港咧開到國內嘅二類戶口進行消費。咁開咗戶之後呢，你只需要將啲錢匯到去你個內地二類戶，然之後綁定內地嘅電子錢包呢，咁就可以做消費搭車呢啲都係完全可以做到晒㗎啦。咁啊，開完戶口之後呢，跟住就翻嚟香港咯喎。咁另外唔係。除咗支付之外呢，我哋置業呢亦都幫到大家嘅，就係我哋呢，其實個置業易呢，我哋不停都係優化緊嘅。咁我哋亦都推出咗我哋大灣區嘅購房匯款啦。咁如果大家喺國內睇到個心儀嘅物業嘅話呢，其實亦都可以用我哋呢一個服務呢，直接匯款去買到你哋即係心儀嘅一個房㗎啦。好啦，最後翻嚟香港啦。咁我諗大家近排都聽到就係我哋好積極嚇，香港特區政府好積極咁搶人才嚇。咁我哋好多人才落到嚟香港做嘢啊，或者發展佢哋嗰個即係企業啊咁樣樣。咁佢哋喺香港即係可以 earn 賺到嘅資金呢，其實我哋都有一個薪金直匯嘅服務呢，可以俾客戶呢匯翻去內地，包括俾佢自己個人嘅需要啦，一啲自己嘅資產配置啦，同埋亦都可以匯翻去俾佢自己嘅家庭嘅需要。咁我暫時講到呢度，分享到呢度先嚇，仲有好多咁大家可以到我哋嘅分行或者聯絡我哋嘅前線，去大家再 explore 一下嚇。咁我相信即係我哋由支付開始，直至到一個一站式嘅人民幣體驗嚇。咁呢度我分享到呢度。大致上了解到今日整個分享呢，睇到一個歷史性嘅回顧，同埋今日大家所做嘅工作。喺國際貨幣3個重要角色裏面，包括支付啦，可以去計價啦，以及投融資啦，都清晰了解到作為商家嘅用途，作為公眾上嘅機遇，更加多謝有關嘅政府金管局等等，以及我哋服務機構。關鍵2個大嘅總結心態，我今日學到嘅，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嘅信心；第二個，多謝金管局，多謝服務商，更加多謝用家嘅參與。企業你哋去東盟去全球進行人民幣嘅使用嘅時候，需要借貸服務有關嘅資訊呢，可以嚟揾翻 Winnie。呢一個就係代表咗我哋大灣區，我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企業將香港作為總部，一個好有力、好配合國家同埋好有信心嘅未來。多謝晒。好，再一次多謝台上幾位嘅分享。